除了总统府的活动，新北市政府昨暗嘛伫咧市民广场办台湾英雄的见面会，现场是应任9万人。也那教练甲球员嘛伫咧遐分享因的心声，咱做回来看。我们在进攻的时候，就那种我跟恰哥2个人就是在进攻的时候，我觉得那种精神的压力，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感觉。他们在这次的比赛里面，真的表现的真的是可圈可点，而且每个人都拼应该是1000%的力量。你在他们眼神里面看不到有畏惧、害怕的感觉，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，然后是真正看到奖杯在我们手上的时候，然后就才反应过来，哦，我们在拿世界冠军。上去就是照着今天这边给我设定的位置，然后去积极进攻啊，对啊，就是有好的结果就很开心这样。在日本辛苦了，在职业8年，所以有很多很不甘心的心情，还有很复杂的心情在自己心中，所以刚好那天有机会去登板，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那就是想办法把球丢在不好攻击的位置嘛，相对的挥空区就会提高，是，像3分就会慢慢浮现出来。谢谢在场的球迷，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继续往前的动力，谢谢你们。感谢球迷，就是给我这个动力，让我们可以把世界冠军拿回来。上去的时候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说你可以的，你是最强的，可以。但是还是会发抖啦。我可以说就是尽量帮投手手下每一球，危机才会不叫不会有危机啊。不管是第几棒嘛，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想办法上垒，让队友有机会把你送回来。因为这是一个蛮一级的国际赛，所以在心情上都会特别亢奋，所以其实虽然说有压力，但是还是尽全力上场表现给球迷朋友们。